各位警告者，欢迎收看今仔日5月24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节目一开始来关心日暗开始，黄sơn河方面瓦近落到昨昏，各地水库拢有入水，亲像中部的明德水库水伤济，阁有调节性下水。即马方面已经离开啊，咱全台湾的天气拜6礼拜进前拢真稳定。亚南马瓦风台伫早暗8点嘛已经转做强烈风台，敢会影响咱台湾？目前气象专家看法是也无同。也毋过拜6开始，咱台湾的沿海会因为风台出现大影。今年第2号风台马瓦比原本估计速度更较紧，伫昨暗8点已经增强成为强烈风台。即马伫咧五兰票东南东平2890公里的海面，离台湾还阁真远。这礼拜对台湾也未有影响，一直到拜6进前，全台湾天气拢稳定，温度回升。不过今仔日西半部、东部还有东南部也是有低渐准雨。明天白天的雨量预测图可以看到，各地仍然是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主要是因为水汽都还是比较多一点点，然后各地的云量也会比较偏多。气象局讲，马瓦即马还阁伫咧暖水区继续伫咧增强，这礼拜向西北西方向刷震动，瓦近菲律宾东边海峡时阵，有可能会驶向北平。拜6台湾沿海就要开始注意，可能会有长影。转弯的幅度多少，现在还不知道，所以预期它还是有可能会转弯。那有可能是台湾会是一种类似擦边的碰触道，然后北上。当然，现在还是不能排除它有直接碰到台湾的机会。另外，自2暗开始的梅河方面，各地水库水位拢有上升。中部的明德水库上新的调水量到94.7%。23早起还阁伫咧进行调节性放水。北台湾的石门水库调水量35%。台南的北河水库调水量16.1%，也不过中永嘉义台南的闸门水库调水量依然无到10%，阿公店的调水率也只敢拿7.2%。记者综合报道。再来，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北季风减弱，北部、东北部温度会小可回升，也不过水汽含云也是有较高。咱同齐来看温度。今仔日西半部、东部、东南部还有外岛嘛会落雨，也毋过雨水量已经无遐济啊，而且落的时间嘛袂伤久。也若其他的所在，今仔日云会感觉较高。过到了后，各地山区是有机会会落地渐对降雨。温度的方面，北部、东半部今仔日日时高温大约是26度至28度，中南部高温有28度至31度，各地早暗的温差会较大。另外，中南部早暗温差较大。明仔载开始，温度阁会加悬，高温有机会到34度，所以明仔载会是热人的天气。来关心前2天受方面的影响，桃园机场第22暗透强风，有5位飞行机帮飞去小港机场降落，才阁飞离开。也毋过，敢若新武航空伫高雄过暝。新武航空是表示，伊是因为受到宵禁的影响，也毋过有消息是对外表示，其实是因为关系飞行安全的飞行机载动并行表制作出问题。民航局表示，这部分会去了解。各位贵宾，我们即将降落，请顺时系统您的安全带，谢谢。机舱内心骨海，民众惊甲叽叽叫，这是新武航空 JX746为万国到桃机的航班，离离因为后面过境，带着大量的旅客，一阵激烈的涌海了后，才顺利降落。这场大雨加上侧风真强，造成原本要降落桃园甲松山机场的5个航班，拢转降高雄机场。也毋过，就伫其他航班陆续飞离高雄。这阵新武航空 JX718班机到半暝游玩滞留伫高雄机场，除了一部分要求迄暗先北返，其他带伫汉来饭店。本来要起飞了，他可能不方便，所以我们就来住饭店了。新武较早表示，班机会继续留伫高雄，是受到宵禁影响，也毋过即马煞有消息传出，其实是关系飞行安全的飞行机载动并行表制作出问题。交通部民航局证实这件代志，也毋过面对媒体询问无正面回应，只表示等咧了解细节。架大型的民航机，它的这个载重的范围非常大，好比说它空机跟满载啊，可能可以差，尤其大型可以差到100吨以上。那一架飞机，它在空中能够飞行，要符合飞行的基本原理啊，就牵涉到飞机的重心，还有这个飞航中主要升力的中心都互相平衡。所以从地面开始，装载的顺序啊，总重跟分配，还有这个所谓的重心的分布哦，
都会影响我起飞的性能。政府低调发声明回应，强调受顶摆日本成田机场滞留经验，即摆行较保守的方向，伊会当妥善安置旅客优先，保证飞行机有问题。这个航班拢以标准作业定时进行，会向民航局说明。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屏东布袋飞龙水墙撩起意外，加当也有3个人失踪，也被找到。昨昏是改用伫水尾设拿查点，配合空气急机的方式咧找人，不过也是找无。今仔日会继续找。蔡楼中架起网状拦截点，现场位置飞龙水墙水尾，前一天一地点找不到人，23设置拦截点，毋望会当早1点发现失踪者，说也是找无。暗记的一个搜寻，然后到空拍，目前均无所获，未发现失联者。气象局提醒23这天，高雄屏东地区有局部大雨几率，要注意雷击甲强阵风，要针对屏东部大山区发布大雨特报。烦恼落雨造成崩山也是河水涨起来，前2天继续伫水墙头中尾深潭搜寻的任务先暂停，改用空气机搜寻水域，搭配人员伫换季用行的监视。到下昼2点40分，山区落大雨，也好搜救任务中断。14点40分的时候，我们山区这边下起大雷雨那暂时停止所有的一个搜救行动山南到达第3天，天气变化增加救援难度。原本架设伫原所在的前进指挥所已经转往山脚的国川大桥游憩区，立时会看天气状况调整搜救行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阿里山森林铁路开6500万，利用2年外时间打造全新的商务列车复兴号。昨昏最后一届试车的时，因为铁基路有石头全发生火车败马意外，加载是无人受伤。林铁处即马表示，败马甲行车安全无牵连，也若事故的原因会阁调查。火车渡过阿里山青年活动中心的滨高道，海几步了停落来，原来伫第2节才败马啊！压到主轨跟副轨之间一颗石头，导致第2节车厢出轨。火车敢若是缀着雨轨含主轨中，用来制作轨道的喙石败马，嘛互车的连接器歹去，好在再无人受伤。阿里山林铁和文资处讲，即马火车搁在试运转，无影响到正班车的运转，车嘛无慢分。会伫2时斟酌来检修，嘛会加强轨道的巡检，了解这石头是安怎会出现伫轨道顶端。车子本身目前的设计都是朝模组化。所以基本上它是安全无虞的。那本次的出轨也跟福生号车厢本身的这个行车安全性并无直接的关系。正拄好，行政院长陈建仁前一天才和地方首长和民代试坐复兴号，佮讲中央会佮投入60亿来建设大阿里山地区。结果过当天复兴号试车就败马，全新的Hinoki列车复兴号讲是上水的Hinoki车厢，是经过2年外开6500万来打造的。第3月试车的时阵，就常常有小铁道的人去翕相，但是嘛捌互质疑讲品质歹，拆了落去车顶无平。林地处讲。验收进程拢会要求厂商改善。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上新的画面，这是咱的国军今仔日透早6点半，伫宜兰的立德海边仔进行反登陆的演练，勘察海岸状况。国军是针对局军有可能对咱台湾登陆，有伫几个所在已经有标出红色海沙波，伫这个所在嘛咧实施攻防甲守备。今仔日伫宜兰的立德海边仔就进行操演，有出动登陆舰、战车，而且有透过实际演练，来推测中国的军方总共若是登陆会安怎做，咱要提早做好反登陆的预防任务。伫网络顶头有流传一张相片，这是美国国防部附近发生爆炸，而且高烟呛悬悬的相片。这个相片一出来了后，美国是拢带一条美国股市随大楼，也毋过实际上美国的5角大楼根本就无爆炸。若这张相片是 AI 合成做出来的，是假相片。有专家就讲 ，AI 做出来的图袂输敢若真的同款，确实会引起惊吓。画面一个建筑边仔出现乌烟烧起来，伫推特上有不少小号陆续分享这张相片，讲是美国5角大楼附近发生爆炸，消息一出引起国际关注。
当地消防局普遍回应，国家大楼附近无爆炸是意外。那美国国防部也出面澄清，也毋过这张疑似由 AI 生成的假相片，刷好美国股票拔落波后来才个回升。会影响到我们对很多事情的判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比过去更重视查证。图像有没有什么破绽？不是一个权威的来源，只是社群上流传的资讯，应该要先存疑。伫这个事件进前，网络上也会当看到一寡影像，像美国前总统川普访逮捕，甲警方对立立角，也阁有俄罗斯总统普京伫家顶画面，拢是 AI 生成的假相片。那最近几年，事件的生成式 AI 会当真简单制作出像真的影像，这寡其实真歹分辨的内容，所衍生的假信息传播，可能会带来经济社会国安等各方面的温忧。有心利用这样子的事件来攻击台湾的话，那么合理的判断是，它会搭配其他的威胁手段，对台进行外交打压、军事恫吓跟经济胁迫，同时搭配假错讯息的攻势，互相搭配的混合威胁，是台湾日后可能面临的国家安全挑战。专家认为，当民主社会若惯视假信息的侵扰，民众会当有一定的警戒心，安尼类似事件的影响程度会降低。所以，台湾社会要强化民众对资讯甲媒体的识图能力，佮发展一定的反击能力，才会当阻止对方采取同款的攻势，降低类似的情况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反制中国的核武威胁，咱的外交部长吴钊燮受对外证实讲，台美即马有在参详核保护线的议题。目前美国提供的核保护线对象有日本、南韩、澳洲、纽西兰和北约这国家。学者是表示，这个保护线、核保护线范围越愈宽，对中国吓惊的程度就愈悬。中共扩张核武5条七证实已经卡到台美核保护线的议题，伊就是台湾遭受核武攻击，美方会当动用核武反制。李伟认为台湾战略清楚越来越明确，不过嘛要依据全面的共识。当美国思考把台湾纳入核保护伞，事实上也就间接的承认把台湾纳入在传统武力嚇阻的范围内。当共军武力犯台时，美国会动用传统武力来阻止这样的行为，包含总统跟这个外交部、国防部以及相关的国安单位以及团队，应该要就台湾人民总体的利益为最高的前提来做一个妥适的规划。美国评估，中共2035年有1500粒核子弹，造成严重威胁。核保护线的概念就是冲突发生前，透过展现核武力量，必须对手唔敢动用核武。目前提供核保护线的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国，以美国带头保护的对象都是日韩、澳洲、纽西兰、甲北约。它除了所谓的陆基，还有所谓的这种潜舰，还有所谓的这种空射，基本上就陆海空这3种。那当然潜舰的话，最有名的就是它所谓的核潜舰上面的这个嚇阻的这个力量。美韩是为发表华盛顿宣言，要做北韩发动攻击，美韩的协同作战，无排除使用核武。美国核作战舰也派驻南韩，是美国甲南韩核保护线写清楚。另外，美国核动力舰尼米兹号甲日本伫G7峰会联合演训，也伫吓惊中国。学者表示，这拢是展现核保护线的手段之一。将来台海发生冲突的时候，只要美国是要来介入所谓的台海军事冲突，核武绝对是中国可以最后手上最后的一张王牌。台美无正式的外交军事同盟，苏志东认为，这个时阵谈核保护线可能也伤早。不过学者苏志芬分析，核保护线是加强吓惊，台湾已经具备传统兵力武器的阻挡能力，未来纳入美方的合作架构，有助提升安全保障。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通联客运5月12日发生个人资料外泄，真侪会员讲有收到诈骗的信息甲诈骗的电话。目前通联已经先有风险甲官方网站买票的系统，也个 APP 订票拢关起来啊。公路总局初步调查，确实发现讲网站有骇客攻击。通联嘛表示，最近3个月内已经有4万多条个人资料被偷摕去。来关心《中国时报》，世界人口组织最近有公布一份2023年上巧的国家，是有关各国的民众平均智商的研究。
第1名到第6名拢是亚洲国家，日本排第1，咱台湾排第2，新加坡排第3。也毋过菲律宾的国家是吊车尾，菲律宾的官方是解释讲，是因为因的国民营养不良，教育品质佫无好，是因为安尼才会排尾名。来关心联合报，为着要解决欠工的危机，劳动部伫昨昏有告要调整请义工的资格，打算要放宽规定。即马包括制造业、营造业、农业、照护中心的看护4大产业的义工，拢会搁再放宽。估计会增加28000的义工，其中营造业的民工工程，还有农业当中的林业，这拢是头一届开放，但是外界无意见，上紧6月中会开始实施。镜头来台中有一个姓敖的妇人人，也有伊2个查某囝涉嫌甲印尼的看护凌迟苦毒甲虐待，要求人做事爱做21点钟半，而且佫嫌东嫌西共挑故意扣薪水，甚至佫限制这个义工的行动自由，叫伊袂使甲外口人联络，一直到中人发现有问题，才通报移民署甲人救出来。即马台中的检方已经针对这3个恶质的头家人提起公诉。搜索票要来这边搜索，要请你要配合。移民署侦缉队员提搜索票上门，因协报台中一名姓侯的妇人人，去年5月聘请印尼籍看护来照顾中婚后生，也毋过妇人人甲2个查某囝，定以工作不力为由，涉嫌对移工苦毒拘禁，一直到移工中介上门关系发现，代志才别康。人已经打成这样了，你看，我要带去验伤啊！这个，你们太过分了。太可恶了！移民署调查，印尼籍看护去年5月到至工作9个月期间，逐工工时21点钟半，姓侯头家顶3个人，毋那是找工找房靠伊的工资，也时常甲伊扇喙皮、油头脏弄壁、加破烂衫，甚至对伊的喙内强灌水。另外，也强行没收看护的手机护照，限制行动通信自由。台中地检署3月底指挥搜索，5月2日侦查终结，认定姓侯头家顶3个人涉犯人口贩运防制法、刑法伤害罪、剥夺他人行动自由罪、恐吓归案罪等，提起公诉。侯姓被告等3人涉犯人口贩运防治法之意图营利，以强暴、胁迫、恐吓、拘禁、监控等方法，使人从事劳动与报酬显不相当之工作罪，刑法之伤害罪、剥夺他人行动自由罪、恐吓为安罪等罪嫌明确，提起公诉。台湾人权促进会表示，这名印尼籍看护的处境绝对不是个案。台湾类似案件进入法院审理，定罪比率计建议将家庭看护工纳入劳基法，还是订定家属服务法保障。家庭看护工、家事劳工纳入劳基法，完整的保障，还是有一个家事服务法一个专法来保障，基本上都是目前可以去走的方向。台湾会强调，无论为人工约还是消毒，一切形式整作其实国际公约来看，台湾原在无符合国际人权标准，安怎制度化保障外籍移工的劳动环境，也是政府不当回避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疾管署表示，顶礼拜咱国内有2万人去为着新冠肺炎，所以有个6月中过后，已经会个达到高峰。另外，流感有新增加2个重症死亡的案例。也若高资国内有新增加20例，目前咱国内高资的病例已经有上100例。第4波新冠疫情继续升温，疾管署公布，顶礼拜平均每日新增加204例本土中重症，比顶礼拜加3成2。死亡平均每日增加18例，比顶礼拜15例较悬。估计目前一天大约2万人确诊，6月下旬会到上悬。我们预估呢，大概新冠阳性的个案呢，一天大概是2万例左右。那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呼吁，在没有施打过新冠疫苗的民众呢，能够尽快施打。另外，高资也有传染风险，顶礼拜增加20例高资病例，创下单周新高，其中17例本土，3例境外移入。累计国内高资确诊病例有111例。上周是17例，也算是非常的高，尤其是新北有7例，桃园有3例，那台北有2例。另外，顶礼拜门急诊类流感看诊破7万人，增加2例流感重症死亡，拢是慢性病的做伙人。估计疫情还会拖到6月，所以疾管署宣布，搁再延长公费流感抗病毒药物到6月底。也若出现零部分，5月30日起。医疗医术机构、护理之家、老人机构、特
等4类场所，依次强制大吹烟，其他照护机构甲救护车改做建议大吹烟。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美国白宫发生货车弄白宫的案件，19岁嫌犯已经被抓到。那警方伫现场嫌犯的车底嘛有找到纳粹的旗仔。案发的时，美国总统拜登当伫白宫内底开会。这台货车想要冲撞白宫附近喇叭叶矿场的安全护栏，也毋过无成功，尾下掉伫咧车道顶头。官员讲，赛车是19岁密苏里州的查甫人坎杜拉已经被拘留。伊甲调查人员讲，伊本来打算要伤害总统。美国特勤局对伊提出威胁、杀害、绑架、伤害总统、副总统甲因的家庭成员，也有使用危险武器攻击、危险驾驶、加非法入侵的罪名。白宫发言人尚比耶23讲，这件案件发生伫咧22暗10点左右。迄当阵，总统拜登正伫咧白宫内面，甲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讨论债务上限的问题。不过，唔知影拜登迄当阵敢知影发生这件代志。根据了解，过当天特勤局已经向拜登报告。拜登讲，好佳在无人受伤，对执法者表示感谢。根据初步调查发现，坎杜拉挑工弄向护栏，警方也伫咧现场发现一面纳粹的旗仔，看起来敢若是对货车顶弹落来。有一位官员讲，嫌犯伫咧现场做出对白宫威胁性的言论，不过正紧就被逮捕。货车顶头无武器或者是爆裂物，不过无讲到纳粹旗的代志。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另外，为着要防止中国伫南太平洋的军事影响力愈来愈大，美国和太平洋岛国巴布亚纽几内亚拜一的时是签署新的安全协定，是允准美军会当进入因的港口和机场。不过，这个协定是引起中国不满。日的时，中国是强调唔好用合作做理由的无政治。美国伫太平洋岛国战略部署阁向前一步，国务卿布林肯甲巴布亚纽几内亚国部长达兹日签署新安全协定，允准美军进入巴纽机场甲港口，两国的军队也阁会当上对方的船，做伙巡逻海峡。美国当时承诺提供巴纽4500万美金的资金，用来打击组织犯罪等用途。The agreement will also make it easier for PNG and U.S. forces to train together in new ways and in more places, as part of our joint effort to uphold peace and security across the Indo-Pacific. Both sides have agreed that the agreement that we're signing today doesn't offend Papua New Guinea law, doesn't offend USA law, is mutually beneficial. 巴纽是伫欧洲北部，伫印太地区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法新社报道，北京加强甲巴纽的关系，是为了防范中国伫南太平洋扩大军事影响力，采取包抄关岛的战略，互协防台湾变得更加复杂。中国去年甲巴布亚纽几内亚附近的国家所罗门群岛签署秘密安全协议，允准北京伫当地部署军队。针对美国甲巴纽的新协议，中国是个声明无反对，不过卖变地缘政治。我们需要警惕的是以合作之名搞地缘政治博弈，同时我们也认为任何合作都不应当针对第三方。华府是讲协议内容以后会公布，绝对公开透明。巴纽是表示新协议未影响到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贸易关系。不过巴纽国内的舆论并无完全支持政府的讲法，部分大学生就批评协议和美军伫一寡关键的入境点有伤过济自主权。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那南美洲的国家加亚那中部的小镇马迪亚，伫当地时间日半暝发生中学生的查某宿舍放放火，尚无知影造成19个学生不幸死亡。半暝的大火看起来是真惊人，火灾发生伫南美洲北部的小国加亚那的中部小镇马迪亚，是一个因为乌头团的产业无地做，人口愈来愈少的小镇。发生大火的宿舍是当地一间中学的宿舍，因为大火发生伫半暝，真侪学生拢被护逃走，有14个人是当场就无命，另外5个人送病医了不治。Currently, there are 17 patients at the hospital, 11 of which are stable. 加亚那的总统阿里知影了后，遂赶去当地，下令军警消的人员全力善后，甲需要进一步救治的人送去首都乔治敦的大病院。Today is a very sad day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It is a horrific day, a day in which would never have occurred. 当地政府讲，因为天气的状况歹，互消防人员控制火势的工作真困难。警方初步调查嘛显示讲，宿舍有可能互人故意放火，但是案件阁需要进一步厘清。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同一届总统大选，伫5月8时要进行第2轮的投票。不过，即马继续派反移民政党头一轮得票率排第3个候选人欧根，22时是呼吁伊的支持者。第2轮投票的时，要甲票转予现任的总统埃尔多安。Seçimlerin ikinci turunda Cumhur İttifakı adayı Sayın Recep Tayyip Erdoğan'ı destekleyeceğimizi beyan ediyorum. Bize ilk turda 伫统迄期总统大选第1轮投票得到5.2%选票支持的 ATA 联名的候选人欧根，伫安卡拉召开记者会，呼吁支持者伫礼拜第2轮投票，将票投予现任总统埃尔多安。执政20年的埃尔多安甲竞争对手吉里达奥鲁第1轮得票率差距只有4.6%，政治立场偏向极右派反移民的欧根会倒向倒一边，互某一寡人士解读是影响胜负的关键势力。不过也有政治分析师有无同的看法，指出欧根的政党成立只有几个月，支持者对两大阵营多数拢无满意。另外一方面 ，ATA 联名的其他小型政党，像正义党、胜利党选后，也拢各自支持别人。政治色彩中间偏左，行世俗派路线，共和人民党的吉里达奥鲁第1轮投票了后，开始转向民族主义路线，一直批评埃尔多安的难民政策。佮强调，若当选会遣返难民，拜登甲库德工人党进行任何和平谈判。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加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美国的美光科技是美国上大记忆体晶片制造商。中国讲美光危害中国的网络安全，所以21日时是对外宣布要禁止使用。美国联邦参议院多数党的领袖伊即马表示，美国已经有卡盟邦也有大企业咧对谈，要讨论应用的对策。继续关心乌克兰讲，因需要 F-16战机来抵抗俄罗斯的入侵。美国总统拜登顶礼拜已经有同意要互乌克兰的飞行员去上 F-16战机的训练。欧盟外交甲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昨昏就对外表示，因为美国已经点头同意啊，所以波兰即马已经开始咧训练乌克兰的飞行员。来关心咱中央社有2个记者申请采访证，想要入去世界卫生大会 WHA 采访，也不过说服大会拒绝。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是讲无稳准的理由，是因为中国在背后施压。无国界记者组织今仔日发出声明，要求联合国袂使用国籍讲倒是国人来决定记者的采访权。来关心疫情过后，即马大家开始咧出国啊，所以航空业已经开始咧复苏。传出国泰航空业绩才拄变好尔，说互乘客指控讲空服员其实袂晓讲英语的人客，佮叫人客讲毯仔甲地毯的英语拢分袂清楚。空服员的行为伫网络引起批评，国泰航空已经3届发表声明对外回释咧，即马嘛表示会甲这3个空服员洗头路。有中国的民众2日坐国泰航空伫成都飞香港，伫机舱内听到空服员用英文伫咧笑就的乘客，甲无毯的英文讲做地毯，伊就录音铺喺网络顶，指控国泰航空的服务技师。对录音的内容听到，因讲旅客若是讲袂出无毯的英文，就不爱互伊无毯。3个空姐愈讲愈欢喜，一直讲袂停。At Cathay Pacific, the world is at our fingertips. 官方的宣传影片，空服员真亲切，不过甲即马乘客指控的体照旅客形象差真多。国泰航空虽然2遍发声明道歉，讲已经暂停相关空服员的工作，并且内部也进行调查，3天内公布调查结果。不过，互网友笑讲，敢若是无影无紧。并伫23暗，国泰国发第3遍的声明，讲会甲涉及这件代志的3位空服员辞掉，强调个别员工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甲道德准则的行为，公司无法度容忍。即马就看乘客是毋是有法度接受。
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大政见，台大伫今仔日要进行性平委员会选举，若学生候选人的政见是又搁出现争议，因为台大伫进前经济系学生会正副候选人的政见，因为牵涉性别歧视甲种族歧视，台大校方已经发布声明对外回释咧，而且嘛搁一摆强调讲，任何违反人权价值和相关法律的歧视，无论是挑工的也是工生笑的，拢无法度互人接受。头一号指引，苦完一起前行。宣传家己的政见，台大24要举行性平会学生委员的选举，候选人尽力宣传家己的政见，希望会当顺利进入性平会，为性平议题讲话。又要去做一些手段，然后来回应这些对性别，不管是性少数或是女性不友善的一些行为或是言论。不过，这间候选人出现一个法律系候选人，伫选举公布的政见，以家己甲阿嬷发生过的关系，互人送过性平会等当作经历，搁再引起讨论。记者甲访问，伊讲伊是用较碰风的方式宣传家己。投票的人应该要对我的过去有所了解。我过去曾经开过一些不适当的玩笑，然后被送去性平会。虽然最后并没有成立性骚扰，但这也是我觉得性别平等非常重要的一个契机。因为台大最近少年所发生经济系学会正副会长候选人的政见，以言论自由为所挂的布条啊，牵涉到性别甲族群歧视等争议。对这代志，台大学生坦白讲，这种震撼的政见，这几年已经不是头一届。可能这种在政见上面做一些效果，或是想要开点玩笑的风气，就有慢慢的传播开来。我很难去揣测他到底在想什么啊！我觉得最容易解释的方式就是他不是认真的啊。长期关心教育议题的立委认为，去年的学生性平委员候选都出现伫红草埔啊设立合法性行为区这个主张，看得出来流行有争议字眼的政见，应该爱做规范。大学同学们在发表言论的时候，也都没有顾及这样的言论是不是失当。希望校方还是能够来负起教育者应当承担的责任。对于各界意见，台大回应感觉真遗憾，嘛有这个责任，认为违反人权甲法律的轻视，无论是恶意还是滚酸笑，拢互人无法度接受。要研究成立相关委员会，保障师生免受到轻视的权益，也强调言论自由无应该包含羞愤甲轻视的言论，自由甲平等。嘛是同款爱互人重视。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湘北的警方对日开始伫接发生事故的路口咧抓违规，即嘛是愈抓愈严。实施的头一天尔，新北市无让过路人，也是人行道乌白叉车的违规，也是赛车乌白停顶路的违规，就抓到4800件。伫台北市嘛有抓超过700件。另外，新北市嘛传出有警察驶顺路车，同款无让过路人。随风分局表示，同款会开罚单来处罚。救护车沿路一直乌烟是弄红灯过去，市顶迄边一台奥多拜骑车紧过来，砰一声随弄倒。车祸是发生在台北市的大东区，民间的救护车载一个患者，23早起6点外弄到奥多拜，骑奥多拜肇事的骨折送病院。消防车、救护车、警备车执行紧急任务时，得不受标志标线及号志指示值限制。提醒用户人驾驶汽机车行经有号志之路口，即便是绿灯，仍应提高警觉。过车路的状况真侪，爱随时提高警觉，遵守交通规则。但是嘛有警察是带头来违规。新北市瑞丰一个派出所的警察，23早起10点外，驶顺路车执行勤务，但是过车路拢无得让的，加斑马线的过路人搁回头看伊。违反道路交通处罚条例，自担举发，并予以行政惩处。我方叫做行人地狱，警方是伫路口大执法，敢若5月3礼拜的处地，桃园和湘北拢超过1万件，是前3名。但是伫严格执法了后，交通的乱象敢唔改善？的确，机车有比较放慢速度，遇到行人比较会慢下速度，没有特别感觉。一波处地未了，警政署阁下令，日开始伫较会发生车祸的路口做第2波阁较详细的执法。上到第1天，伫路口无停落来让过路人的，桃园和新北拢超过200件，台北嘛有150多件。但是，处地上侪都是人行道的违停，想要甲歹名声洗互掉，一个地方政府马上都要退出顶下卡和人行道。机车停车的空间跟行人行走动线能够完全的分离了，人行道骑楼的部分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整顿，这个是行人地域的改善的一环。像这种具体计划，台北、台中、高雄6都内面有3都小连续拢实施，这摆真侪机关局处做伙做。
规关的措施就看敢有效，替国内交通的乱象找解方。记者综合报道。儿童福利联盟伫昨昏有公布一份家长对幼稚园满意度的调查，家长是批评一寡准公共化幼稚园食食无好，常常违规，老师嘛接换。虽讲家长上界满意的是公立的幼稚园，也毋过全教组嘛有开记者会批评公立的上贵，因讲公立的幼稚园学费加加咧，竟然是比非营利幼稚园、准公共化幼稚园也搁较贵。他可能早上说，我早餐吃豆浆配馒头，下午点心吃什么？还是吃豆浆配馒头。影片当中的父母讲出囡仔伫准公共幼儿园的无好经验，儿童福利联盟公布一份家长对幼儿园的满意度调查，结果发现家长对公立幼儿园上满意，对准公共化幼儿园上无满意。你若伫学校食的餐点无好食，而且食袂饱，这款是上济。其他的部分包括讲，咱刚刚学校的这个老师一定换老师，一定换。虽然立法联盟的调查结果显示，家长对公立幼儿园上满意，不过所有立委甲全教总开记者会批评，公立幼儿园课后留园休寒休热，拢爱另外纳钱，所有费用加加咧，颠倒比非营利幼儿园甲准公共幼儿园搁较贵。准公幼的补助，它就是1年补助12个月，所以你这样对照起来就发现有寒暑公幼的部分，其实寒暑假是被漏掉的，所以会导致准公幼的补助高过于所谓的公幼，因此准公幼它只要1年只要缴到36000，而公幼几乎是它的2倍。立委嘛批评公立幼儿园颠倒贵，违背政府推动公共化幼儿园教育的本意。立法联盟是认为，政府要推动公共托育，应该直接提悬公立幼儿园的比例，和学费合理，唔是补助准公共幼儿园就准煞，而且有补助就爱加强稽查，唔通互囡仔食歹，搁食袂饱。记者台湾张准佑、李玉凯台北采访报道。政治新闻来关心自控制署总统大选，目前是三卡都的办势。根据联合报上新的民调，目前赖清德的支持度排头名。另外，有风声侯友宜9月份的时打算会去美国访问，而且朱立伦嘛有可能会同齐去。那郭文哲伫昨昏伊是去嘉义，面对外界拢在讨论讲郭文哲少年人的支持度上悬，郭文哲就表示，这是伊参选的目标，就是要做世代和解的代言人。赵新波，你跟郭在清的同桌照说你欺骗社会，现在难道吃饭错了吗？民进党立委陈后票合伫 INB 诈骗风波，加伫台南800抢劫案的前中执委郭在清，也互那爷提出甲赖清德共道的相片。赖清德23出席活动无回应，将重心聚焦应对气候变迁，发出2050净零转型要提早10年。先进绿能、储能。以及碳捕抓、运用，还有储存等12项关键战略，希望在2030年之前，政府提供9000亿的投资。2024大选拿600就位，联合报上新民调，侯友宜得到提名并无90%支持率，颠倒落盘。目前赖清德支持率上悬，侯友宜郭文哲伫后壁。另外，那爷侯友宜郭台铭抢镜发生分裂局面。侯友宜强调，两个人拢是好朋友，尤其甲郭文哲有共同的理想。柯跟郭其实都是我的朋友，尤其柯市长在台北市这段时间，双北合作是非常的紧密，不分族群，不分任何政党，我们大家一起同心齐力。守护我们的国家。传出国民党准备9月，和侯友宜顺惯例去美国访问政界交界，党主席朱立伦会同行陪考。另外，民调显示郭文哲少年的支持率高，那也关注吸走少年选票。郭文哲表示，目标就要做世代和解代言人。对，我们应该开始要思考说，整个让台湾的各个世代可以合作。所以我希望我是一个世代和解的一个桥梁。另外，南北合的可能性，郭文哲指出，国民党政策主张讲袂清楚，要安怎讲合作？也回应国民党未来若操作起步，都是拿着对决的标准操作。记者综合报道。
伫台湾专门咧做数据资安的科比资讯公司设立的负责人，是防止控工涉嫌替中国福建的公司伫咱台湾找工程师，检调甲伊带去问话了后，尾也是以20万交保。另外，伊的太太嘛互叫去调查，因为防止控因咧替中国企业污咱台湾的人才，也毋过这间公司也无回应。福建新瑞格软件有限公司以高可用、高可靠的国产数据库产品与专业服务为自身使命。拍宣传影片，福建新世界公司将数据库研发拍至中国前500强企业。虽然合法伫台湾设立子公司，今麦互发现涉嫌甲台湾的企业交结，无经过咱国经济部许可，违法抽研发人才。如果你这样行为是违法的。洪搜索约谈，伊是酷标资讯设立负责人，幸好以20万交保，检调莉莉也以证人身份传唤设立负责人的家后顶7个人。协助中资企业在台从事业务活动，涉嫌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案件，讯问被告1人，证人7人。能力银行网页酷标资讯找人才，钻研数据资安领域，对外强调资安就是国安，也佫讲是政府全力支持的产业。也毋过检调发现，因涉嫌以合法暗号违法，用高薪高福利成功抽工程师了后，佫引荐到中国的企业伫台湾的子公司台湾飞架科技任职，研发云端数据库，专案同意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侦办。现在不回应了。酷标资讯位伫台北市，打电话予这间公司，目前无做回应，只是面对中国大陆抢人才，甚至连台湾的企业都防指控沦为帮凶。要安怎做才会当保住人才？除了用刑罚之外，政府无定着，佫爱去思考安怎加强防范，以防止伫人才争夺战来失败。记者综合报道。有偏学的唱水教练甲海龟去互鱼网低调咧落被死亡的影片公开了后，动保团体即马是要求渔业署应该爱全面禁止鱼网啊。也毋过渔业署是表示，若是禁止使用，会牵涉到影响渔民讨海趁钱专家，这部分爱个讨论。唱水教练闯入海底，看到真侪无路用的鱼网啊！鱼网顶悬有一只海龟，看起来已经死亡，互鱼网啊低调到死都无法度离开。动物社会研究会研判，这应该是自然的翅膀、真油的网仔线所做的网啊，会当伫海中展开，形成稳形的网仔墙，甲海中的生物规个拢网掉的。就算无得用定伫海底，照常原来会变做海洋生物的杀手。一层一层的堆叠上去，那所以基本上所有的生物是完全逃无可逃。多层刺网，我先进，我应该优先退场。第二个，我在礁岩区，我一定要优先退场，因为礁岩区是它网子一放下去，常常一个海流过来，它就被礁岩卡住。当下指出，网仔愈幼密，对生态伤害愈大。呼吁除了禁用自然翅网，也无用家己生活地受生态热点，也是就大区使用翅网。渔业署表示，106年开始，上济补助20万，鼓励使用翅网的渔船退场，将近13000只减少到8500多只，减少幅度33%。你做要进一步和禁用，需要更多社会沟通。我们过去采循序渐进的方式啦，那未来部分要沟通的对象会蛮多的，那我们会逐一的来做一些沟通，那取得一些平衡。政府伊都会禁，你渔民没有配合的话，抓到也是会罚，反常。减那一类，影响到他们的生计呀。现在渔民是不好执行。当下认为，目前渔业署对于翅网欠缺管理，另外偏要禁用自然翅网，其他的所在有条件禁用。新北伫梨花山海里禁用所有翅网，基隆是梨花500公尺禁用。22县市有20种无共管理模式。渔业署回应，翅网管理爱看所在，若做要有更加侪区域性的管理方式，也需要搁再沟通。记者综合报道。伫台南仁德的成功里内底有上百只的流浪狗，这个流浪狗会讲日会讲肥，而且有家走。在地乡亲是希望政府会当赶紧处理。资本就拍算讲，要伫仁德区的一大大塘的造林地来起流浪狗的安置所，当地乡亲嘛有同意。也毋过即马却出现地目合法性的问题，动保处表示会和相关单位赶紧讨论。
原地伫车下开狗仔看到人直直直飞，台南林地新公里有侪侪民众反映社区内有上百只狗仔，实际来到遮狗仔透早拢闭起来，暗时煞结规档出来交叉住户。除了有当地人互教育，甚至嘛出现家走的问题，大人囡仔互夹到规身躯，严重送去病院。尤其那个小孩子啊，大人现在整个脚可能就将近有差不多数十个小孩子哈。已经送医了。半暝啊，阮社区的迄个住户吼，无法度人困。附近就有人家绊倒，结果嘛，住院住了很久。流浪狗的问题到今拢无法度解决，住户就向当地民代定情，经过里长、民代甲林地公所指接。日前嘛已经邀集相关单位来看过，打算要伫咧林地区86快速道路边仔的大塘做林地，要来设置流浪狗安置的所在。当地住户是拢真赞成，不过却传出地目无符合的问题。里长讲希望赶紧处理，莫倒撇问题。这个流浪狗赶紧掠来结扎，找一个好的场所甲安置。咱较有法度慢慢来解决这个流浪狗的代志。遐个所在是迄个都市计划内农业区，是毋是会当来做动物收容处所？这个部分因为有发现的问题，需要饲护团队来合作。来去做解决，靠我度去做设立。动保处表示，要设流浪狗安置的所在，要考虑到在地住户的支持，地目敢有合法，另外地主嘛要同意，若拢符合，才会当来评估。目前林地者因着查地目问题，也未解决，在地人就望政府会使跨部门协调跟处理。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来看北极圈有沙弥族，因的文化和语言伫历史上因为受到歧视，传承有拄着真侪困难，和咱台语是要讲。即摆有一个对挪威来的沙弥艺术家，伊叫马汉书，伊是结合咱台湾原住民和沙弥文化的艺术创作。顶礼拜马汉书来到咱台湾，即摆当地文化大学举办展览。原住民学生当咧以家己的母语唱歌为展览开幕。文化大学现主持有一场展览，是展出沙弥人艺术家马汉书的作品。马汉书伫1979年捌到兰屿，受到当地原住民热情的招待，留下真深的印象。伊伫这几年期間，甲台灣原住民的文化，甲本身沙弥人的文化結合，創作了儕儕作品。Taiwan can give inspiration to foreigners. Then Taiwan should be happy that this is the case, because not every country you go to, you are welcome. 马汉是50年前到台湾拍的所有的照片，都把它记录下来、洗出来。然后还有这50年间，他因为来台湾以后受到了一些文化启发，带回去挪威之后再做的创作。马汉书当咧唱的是以北沙弥话甲沙弥人特殊的唱调所编的传统歌谣。马汉书也是长期注心咧传承甲保存沙弥母语甲文化的人。Because every people and every language have the right to survive. So not being allowed to do that is a crime against humanity. So. For me, it's natural to oppose such attitude. 展览现场展出的作品有真侪款，除了摄影甲画作，阁有木板雕刻画等等。也那马汉书伫咧二世，也要阁一摆登去兰屿，找出伊几十年前到兰屿的基地。伊讲兰屿就亲像伊的第二间厝共款。记者郭文婷随台北报道。体大车饼来看，咱台湾顶一届的亚运射击这个项目是摕到2个金牌，一个铜牌加1个银牌。那这一届的亚运参加比赛的国手拢是有参赛经验的，因为大家拢经过一寡大比赛，所以心态就较定着。这选手嘛讲，因会尽全力去拼奖牌。进去真专心去对准备中，林明鑫备战世大运和亚运，虽然3月才拄结婚，进前拢伫公司备场一直训练。空气无清的唱歌对机械换做电子的，适应了阁袂歹。因为我个人比较敏感，那重量其实差个几公克，我就会感觉出来很明显的差异。出国的时候比较不用担心，因为它是电子的，那它不太会因为就是震动啊什么的去改变它那个克数。采访
即天的下晡，教练团才宣布讲，伊和本来的 partner 李小泉继续合体，拍拼伫个男10公尺报称金牌来连霸。因为顶届李小泉伫个人赛嘛摕到铜牌，难免互问到对奖牌的期待。不争就是争嘛，那就不要让自己有太大的压力，这样希望能够就是发挥超水准的表现这样子。10公尺空气手枪的国手吴爱文，201公亚，迄当中才15岁就有好表现，参加过敦俄和里约奥运。顶届亚运入去到国赛表现无较好，伊家己认为讲，较早就是戆戆啊，一直训练，面对困难靠家己，但即马无共。过去算比较封闭吧，我现在反而会去跟人家聊天，然后呢就是会听看，人家觉得我哪里不对啊，或是我哪里可以加强。年底就要满70岁的陈嘉珍，5当前生一个查某囝，早就想过要退休，这摆行亚会搁一摆来挑战25公尺的运动手枪。只是亚运因为疫情延期，伊讲这对伊来讲影响真大。其实延期1年的时候，有觉得那我这辛苦的1年到底在干嘛？因为第一次碰到，所以我觉得我没有调得很好。要拼亚运，搁要拼奥运的资格，陈嘉珍是承认讲安尼真忝，所以甲重心先放伫个亚运，家己甲每一场拢当作是上尾一场在比，希望离开赛场是无遗憾的。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狗仔的岁数平均拢是10多年，不过即马伫葡萄牙有一只纯种的乌犬，已经是活31年啊。算算的等于是咱人食到217岁，伊即马嘛是金氏世界纪录，全世界上届长岁数的狗仔。波比慢慢啊行出门，脚步无啥在稳，伊是葡萄牙纯种乌犬，伊伫凯勒斯庄脚成长将近31冬，寿命超过公种的狗200外。可比咱人类食到217岁，伊的年纪超过29岁的澳洲牧羊犬布鲁利，创下金氏世界纪录，成做全世界上长寿的狗。普遍咱有通食这么久，主人讲和饮食生活有关系。O Bobby come aquilo que nós comemos, o que nós cozinhamos para nós, damos também ao Bobby. Ele não come comida processada. Bobby 的食物有马铃薯、红菜头、鱼，煮熟了无掺任何咸鲜。伊和厝内4只猫仔做伙食饭，食时拢和主人相像。伊逐工拢会去厝外走跳，从来毋捌别个教练。转来厝诶，就和猫咪佚佗。定期来甲保庇体检诶兽医师讲，保庇诶生活方式真健康，那注重养生诶狗长辈。Na parte do estilo de vida, o Bobby é grande exemplo porque não sofre com ansiedade e tem estilo de vida que todos os cães deveriam ter. 保庇出世，主人科斯塔接背的，自细到大，科斯塔的38冬的成长期，拢有保庇陪伴。对伊来讲，食老的保庇，目睭歹，行路慢顿，那像家族在世唯一的长辈。保庇因为金氏世界纪录，变做当地的出名狗。不过，伊还是继续得过伊和主人陪伴的日子。Faz os seus passeios, ainda come, tem muito apetite para comer, portanto brinca muito com os gatos que temos aqui em casa. Portanto, estou muito feliz. Acho que é cão que também está feliz e se ele está feliz, eu também estou. 公视新闻张秀芬编译。天气报你知，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有28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30度。南低是22度，上悬31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7度。外岛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是27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